相信大家都用過呢一啲不鏽鋼餐具同廚具，但係你有冇留意到部分產品有一啲咁樣嘅數字標示呢？兒科專科醫生話，一般嚟講喺不鏽鋼入面，大家最關注嘅係錳呢一種嘅金屬。醫生就話呢一啲重金屬嘅傷害係難以察覺嘅慢性中毒。唔知大家平時揀不鏽鋼餐具係點揀嘅呢？有冇留意到有時餐具上面印咗啲數字，大家又知唔知係咩意思？刀叉、飯盒、水煲，相信大家都用過呢一啲不鏽鋼餐具同廚具，但係你有冇留意到部分產品有一啲咁樣嘅數字標示呢？佢有食品級㗎嘛，好似係304嗰啲可能。你嗰啲揀嚟買啲碟咯，睇你嗰個度數咯，有啲3幾嗰啲咪好啲咯。高階靚啲啊，冇咁靚啊咁咯，即係純度冇咁高咁咯，我諗。咁邊一級係最好呢？我諗 number 最高係最好啩，係嘛？咁擺落去咯，係。呢隻匙羹上面刻有304標示。咁譬如呢個 FE 咧就係鐵嚟嘅，係啦。咁跟住呢個 CR 就係落嚟嘅。咁第3高啊？咁其他咧就仲出緊嚟，咁但係你會見到呢度有鎳啦，係 NI 啦，係啦。咁錳就似乎未見到啦。不鏽鋼嘅主要成分係鐵，加入鉻、鎳等等嘅金屬元素，可以令佢唔易生鏽。而304係一個國際標準編號，代表不鏽鋼嘅金屬成分比例。呢個比例都啱304個比例嘅，係就係大概18%至19%左右嘅鉻，同埋8.5%左右嘅嗰個鎳都啱嘅。簡單嚟講，200系列不鏽鋼用咗成本低啲嘅錳嚟代替鎳，但係耐食性比較弱。一般嚟講，佢哋錳嘅含量好多時係高過5%，而300系列鎳嘅含量就比較高啲，耐食性強啲。一般嚟講，300系列嘅不鏽鋼錳嘅含量唔會超過2%。Dr. Chan 解釋，304不鏽鋼被稱為食品級不鏽鋼，就係因為佢抗腐蝕性能更加好。譬如我哋用一啲不鏽鋼嘅物料做廚具、餐具嘅時候，我哋會關心嘅唔係佢本身有幾多喺入面，而係我哋喺呢個煮食或者食用嘅過程咧，我哋有幾多嘅呢啲金屬喺個物料入面出咗嚟。譬如你有煲湯，咁啲金屬入咗個湯入面，然後你飲咗啲湯，咁所以我哋關心嘅係佢嗰個漏出嚟嗰個嘅濃度，而唔係實際上嘅總數。所以咧，如果個不鏽鋼嘅物料，譬如話鎳多嗰個，佢本身嗰個耐腐蝕嘅嗰個性能好啲咧，其實佢漏出嚟嗰啲金屬咧，亦都會少啲嘅。Dr. Chan 話，高溫同強酸性嘅環境容易導致不鏽鋼腐蝕。如果仲用一啲劣質不鏽鋼，入面嘅重金屬就更加容易溶出嚟滲入食物。所以水煲、煎 pan 呢一啲要長期高溫使用，應該要盡量揀選300系列不鏽鋼。普通嗰啲餐具，譬如叉啊、羹嗰啲，其實就相對嚟講就風險細啲嘅。咁當然你話如果你唔用嗰陣，你長期浸住啲酸性嘅嘢，係啦，或者你唔洗餐具嘅，即係你浸住喺啲檸檬汁啊、一啲醋入面咧，咁就唔建議啦。不過佢都話，無論係200定係300系列，如果我哋只係日常普通咁使用，其實都係安全㗎。但係就提醒，洗呢一啲不鏽鋼餐具同廚具嘅時候，盡量唔好用鋼絲刷，以免破壞咗表面嘅塗層。而家香港係冇條例規定不鏽鋼產品要標明型號。兒科專科醫生話，一般嚟講喺不鏽鋼入面，大家最關注嘅係錳呢一種嘅金屬。如果佢吸入得過多或長期吸入咧，亦都會嚴重嘅時候咧，會表現係好似一啲柏金遜病人嗰啲表徵啦，譬如會手震啦、認知有障礙啦、行動會緩慢啦，同埋咧語言會有障礙嘅。嚴醫生話，小朋友嘅腸道吸收重金屬嘅效率比成人高好多，大人只係吸收1成左右，而小朋友吸收到4至到5成。另外，小朋友體型細，喺同等金屬量之下，佢哋受到嘅影響就會大好多。小朋友處於一個發育嘅時期啦，咁佢器官都係發育緊啊，所以係特別敏感啦。無論係腦部啦、
智力啦、免疫能力啦、腸胃啦，其實係更加容易受影響嘅。咁最後咧就係咧佢哋一個排毒嘅功能咧未完全成熟啦，咁所以咧一啲重金屬咧就容易累積咗喺身體裏面咧。小朋友嘅身體就好似海綿，好易好快咁樣吸收重金屬。醫生就話呢一啲重金屬嘅傷害係難以察覺嘅慢性中毒。早期咧可能即係一啲好輕微嘅症狀啦，譬如可能佢胃口差咗，精神狀態差咗，成日都好攰啦，又或者成績退步咗，脾氣有啲暴躁喎。咁其實你好難即刻去聯想其實佢係重金屬影響喎。好多時候你都會覺得可能呢排即係瞓得唔好啫，呢排情緒唔穩定啫，或者係佢精神狀態不佳啊，或者食得唔好，所以令到佢好攰咁樣咯。重金屬例如係錳或者係鉛，對大腦或者係身體造成嘅損害係好難逆轉，只可以減輕後續嘅影響。不過醫生亦都強調，餐具如果只係一般咁樣使用，影響應該唔大。有啲人擔心自己用緊嘅不鏽鋼餐具唔係食用級別，索性自己買試劑做測試。不過查實呢啲試劑係咪真係可信呢？這把勺子它有毒到什麼程度？這是超級高錳鋼。你看，就在鋼機上有一個就開始變紅了，這個就是特別揾有標注304、316不鏽鋼嘅方盤，但估唔到買返嚟一驗，全部都係紅色，全部都唔係304。唔滴還好，滴咗就嚇一跳，就連兒童餐具都通通中獎啊！為咗測試自己用緊嘅不鏽鋼係咪較為安全嘅304食品級，有人就自己去買試劑做測試。我知道有啲咁嘅 product 咯，有啲咁，即係分304啊、316嗰啲咁樣。係你點知嘅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？我做行業工程嗰邊係有啲相關嘅知識啦，係啊。嗰啲係準嘅係嘛？係啊，當然你睇下嗰個試劑嘅來源啦，睇下佢質地咯，望下厚定薄咯，感覺㗎咋。而家好多都嘢假㗎啦，都唔知㗎啦。其實我都覺得呢啲都唔順㗎，都係唔太穩陣咯。究竟呢啲試劑係咪可信呢？我哋喺網購平台都買咗一支嚟做測試。產品說明書寫住，將試劑滴喺不鏽鋼表面，200系列就會變紅色。而標榜食品級嘅304或者係醫療級嘅316不鏽鋼就唔會變，保留係綠色。好，咁啊試埋呢個係咩嚟㗎？兜啊，係嗰個蘸油嘅。呢一個裝油嘅容器冇304標示。咦，落都唔係好多，好似得2隻啫喎。係啦，得2隻啫喎。所以呢個係似係2字頭啦，因為佢鎳就比較少，錳就比較多。而呢一隻標有304嘅不鏽鋼碟，經儀器檢測，真材實料，係睇到錳嘅，不過少1%都冇。咁鎳就7點幾，咁就啱咗304個要求啦。我哋最後再測埋呢一隻叉，只係檢測到鐵同埋鋼。Dr. Chan 就話係普通嘅不鏽鋼。Dr. Chan 喺實驗室幫我哋用 X 光光譜儀檢驗咗一堆餐具嘅成分，之後我哋再用網上買到嘅試劑做測試。呢一種試劑嘅原理其實係測試不鏽鋼入面嘅錳含量，而200系列不鏽鋼理論上係比較多錳。明顯見到呢啲有變啦。即係呢2個嗱，就咁睇咧，佢都係比較似202嘅。但其實我哋用 X 光測係啦，就冇㗎喎，係啦，咁就係咁先特別啦。奇怪嘅係，明明我哋用儀器檢測唔到呢一件不鏽鋼產品有錳嘅成分，但係偏偏測試劑就話佢嘅錳含量偏高。我哋重新再 check 多一次，但都係冇錳嘅，其實係啦，都係見唔到錳嘅。最後 Dr. Chan 索性將試劑滴落錳嘅溶液，睇下會唔會有反應。即係佢錳夠多就會變色，錳少就唔變色。我哋等咗幾分鐘，甚至加多少少錳嘅溶液，但係都冇見到試劑變色。係啦，即係個紅色到底係嚟自咩，我哋都係唔知。Dr. Chan 提醒，千祈唔好盡信呢一啲嘅試劑。如果真係想判斷不鏽鋼類別，就要去正規嘅化驗所。佢亦都建議市民去返有信譽嘅商鋪購買不鏽鋼。